嚟到浩遊天地，我哋今日咧去到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我哋而家咧就入去啦 ，Let's go！ 嚟到入口咧，我哋就會見到一架舊版嘅消防車，佢咧就係黃大仙消防處出嚟嘅消防車嚟嘅。我哋而家排隊上去睇下真實消防車嘅司機位啦。咁我而家咧就爬上去啦。呢度咧，呢度應該就係嗰個重燈掣，呢個電流表。Vivo 應該呢個，或者呢個。攞下個軚盤先，我哋試下。呢個就係消防車嘅車頭駕駛位啦。我哋試下車中間啊，有啲安全帶啦。睇落呢度都可以睇到前面嘅喎。咁大家覺得車頭好玩啲，定係車中間好玩啲咧？咁我哋跟嗰邊落車啦。哦，呢個開門會自動開個腳樓梯㗎。哦。嗱，你試下閂門啦，閂門佢會閂嘅。我哋而家試下爬呢個消防車啦。而家我哋就睇緊急流拯救啦。坐上嚟，1、2、3，跳！呢啲就係高空拯救示範啦。要爬上去嘅喎，你睇下呢個情景，好似模擬緊災區咁喎，好多石，架車都爛埋啦。呢個就係一架假嘅飛機，俾消防員練習㗎，係咪好真呢？呢個就係機場嘅消防車。你有冇留意頭先嗰架車咧？就應該去到呢度喎，但係呢架車咧就可以去到高少少。呢度咧有唔同款式嘅消防車。呢個就係模擬呢個貨櫃入邊着火啦，入邊咧仲有啲車，可能係俾啲消防員訓練嗰陣時用嘅喎。你睇下消防員嗰啲裝備，有幾層隔火衣㗎？你睇下佢份手套幾厚，仲有寫住 Firefighter 3D 啊！你睇下後面。成個貨櫃場咁大啊！呢度以前真係會點火㗎。着晒消防衫咁樣模擬救火，要等1個鐘㗎，所以我就唔等啦，我哋去第二度玩啦。原來呢度都有各式各樣嘅場景，呢度咧就模擬扮隧道。呢度有啲消防車㗎，呢個就係交通事故訓練場。呢個咧就係一個電鉗，好重㗎，有成20公斤㗎。揸住呢度，係啦，咁啊好睇啲。好，個場交俾你啦。呢個係公路鐵路。咁呢個就係公路鐵路救援隊專用嘅氣袋，就由呢個機器撳落去，不過就唔係人手撳嘅。
就可以咧升到28噸，即係連升呢架車都得。呢個消防員叔叔係啱啱緬甸大地震救援㗎。加油！好，回數4，再拎起6，好，再嚟。好，紅色向下拉，紅色向下拉，係喎，Oh yeah，又去到終點啦！呢個就係消防喉嘅水掣，然後再喺呢個水龍頭度入水落個消防車度㗎。呢個就係消防車入水嗰個位置啦。我點㗎？咪同我學校嗰啲攞補充差唔多。左腳係另外一隻腳，係啦。後面個救火喉咧就喺後面，可以裝泡沫同埋水㗎。我哋而家睇架新啲嘅消防嘅機場消防車啦。呢件衫咧就可以防止危險物質進入我哋嘅身體入邊，例如輻射啦。係啊，輻射微塵啊都入唔到去喎。呢個儀器咧就可以感應到有冇輻射啦，就會響啦。呢度咧就係消防雲梯車，而且呢架咧就升到好高啊，升到25米高啊！呢個消防車嘅升降台咧，都去好高嘅地方咧去救人㗎。咁啊，成為工作犬嘅條件好簡單，首先就係有中意玩同埋中意食。咁啊，好似小朋友一樣，救得到嘅時候，佢就會向我揮叫。而家我哋隊員咧將會穩定地慢慢咁樣咧，將傷者同埋拯救人員咧，慢慢去運移咧，送到去地面嘅安全位置嘅。車上嘅基本配備有效火具啦，一套快速滅火系統。好緊隨其後就係急救醫療救護電單車，佢係提供一個更快捷、更加迅速嘅救護服務俾市民。快速應變電單車啊，其實佢係一架電動嘅快速應變電單車嚟。跟住落嚟出場嘅就係細腸救車，佢主要係負責火場嘅搜救同埋單位爆破同埋其他滅火及救援。好，接住落嚟就係泵車，咁佢哋嘅功能咧就主要負責供水去流啦，同埋直接供水去火場，同埋進行其他滅火同搜救活動嘅。主要由一個消防隊長做主管，車頭設有一個電動嘅鋼索，可以拖3噸嘅重物，咁亦都配備1350公升嘅水缸，可以做到呢個遠距離射水。好，喺後面嘅就有油壓升降台，就係負責喺火場滅火同埋搜救，仲有其他嘅救援行動，會由1名高級消防隊長或者係消防隊長做主管。車上面有1150公升嘅水缸，仲有一個自動調校式嘅壓力泵，每分鐘可以輸水4000公升。左邊出現嘅就係梯車，佢主要咧就係負責呢個咧高空嘅滅火同埋救援行動㗎。而車上面咧會由1名消防總隊目作為主管。我哋車上咧配備咗呢個輔助咁多操作嘅電腦，並有咧呢個預掛式嘅救生籠同埋喉筆。每一架標準嘅救護車都備有先進嘅輔助醫療儀器。好咁常見嘅外床運送及載客啊車，我哋俗稱 MSPC 嘅。咁咧佢哋主要用途咧係作為一個特別支援隊去進行撤離同埋回轉送運嘅工作。輔助醫療裝備車，我哋俗稱嘅 PET 車。輔助醫療裝備車就有唔同類型嘅救援物資同埋醫療物資，亦都有化學物品保護頭，為大型意外嘅事故現場提供支援。接住落嚟咧就係我哋嘅流動傷者治療車 MCTC 啦。佢係一個流動傷者治療車咧，係會被調派去一啲關於4個救護車以上嘅事故現場嘅。車上面咧係設有呢個緊急手術設備，可以喺事故上面咧處理大量嘅傷者。佢
佢結咗升降平台、探射燈，亦都係緊急手術嘅設施咧，可以睇俾醫護人員同救護人員咧喺現場咧進行呢個手術或者緊急治療。跟住落嚟出場嘅係大家都比較少見嘅高空伸縮抱塔車，因為佢哋會喺機場服務嘅咋。高空伸縮抱塔車係機場救援同埋滅火支援嘅車輛，可以刺出機殼噴射水泡泡同埋滅火氣體進入機身內部，防止一啲發生喺機艙同埋飛機同高低位置嘅火警，尤其係高置引擎嘅火警。好，接住嚟就係煙防滅隊專車，咁咧佢嘅功能咧就係可以接載我哋嘅煙火特別嘅同事啦，去到事故現場，咁協助主管咧去評核火場環境同埋火勢嘅發展嘅。咁咧，當我哋遇上3級或者以上或者嘅留意到或者現場有需要嘅時候，佢哋會到場去協助主管評核現場嘅環境同埋火勢。好，跟住我哋見到嘅係災難應變救護車，佢會為災難應變救護專隊運載重型救護器材同埋工具。每當有構築物嘅坍塌事故、重型車輛或者鐵路意外、山泥傾瀉或者其他災難嘅大型事故，需要災難應變救護專隊出現嘅時候，災難應變救護車就會去到事故現場作為支援。大家見到架車咁大嚿咧，因為入面裝咗好多重型嘅拯救工具，用作重物提升結構支撐等等㗎。接落嚟左邊嘅就係我哋嘅 V6休息車啦。前線消防人員咧喺執行行動職務嘅時候咧，往往咧會消耗大量嘅體力。跟住落嚟嘅就係流動指揮車，佢主要嘅工作係負責現場嘅資源調配。現場嘅指揮提供有關車輛、工具、消防同埋救護人員嘅資料，評估現場嘅資源係咪足夠，確保現場嘅通訊有效運作，同埋協助現場指揮向外發布有關現場事故嘅資料。佢遇上3級火警或者以上嘅火警啦，大型事故或者災難事故就會出場啦。拯救專隊嘅支援車啦，咁佢咧係會接載高空拯救專隊嘅成員咧到達高空事故嘅現場。拯救支援車主要係用作一個流動廣場，為消防同拯救車輛提供緊急嘅手力。而家18部消防同救護車都泊好晒喺出場場面，真係好感動啊！佢哋都已經有架車同大家揮手，大家都同佢哋揮下手，同埋準備好嘅相機影相啦。今次個開放日真係好好睇啊！咁我都覺得幾好玩嘅。咁今條片差唔多啦，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拜拜。